早年憑周星馳電影《長江七號》而走紅嘅星女郎張雨綺，唔單止身材驕人，近年靚樣更係不斷升級。早幾年更加因為參演內地綜藝節目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而人氣再度爆升啊！而佢亦都不時咁拍攝短片放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，嚟到保持人氣。除咗靚人靚衫靚景，佢仲幾中意玩呢個反差喜感添。例如着埋一身高貴嘅晚裝，但係又好認真咁玩車衣。又例如早排佢又拍咗一條性感撩人嘅跳舞片，響片初佢以勾人嘅眼神望住鏡頭，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之有魅力。當熄燈之後，更加睇到佢嘅剪影響度跳掃腿舞，但係響跳舞途中突然間着翻燈，張雨綺竟然由性感女郎突然間變咗做抹地阿姐啊！仲俾工作人員鬧佢唔做嘢添，佢更加露出驚青嘅表情，嗱臨去抹牆抹地添。不過再好嘅演技都唔及佢一雙長腿咁吸睛啦！唔少網民更加留言大讚佢長腿又白又滑，大家真係錯晒重點喎。